男人只是略微出手，他身子底下的大漂亮马上就丢盔卸甲。可男人不但没停手，他还想跟大漂亮再战300回合。原来这个男人叫苏晨。就在刚刚，他收拾完变异的怪物江小倩后，苏晨转头就抱住段雅要奖励。而就在他们2人风光旖旎之际，室外温度已经恢复正常。官方某一处救援点内，卢晓峰正向他的队长报告：“队长，外面有好多人正向救援点靠近。”被称为队长的白发妹闻言定睛一看，她顿时神色大变，只因白发妹发现涌向救援点的哪里是什么人群，明明是发生异变的尸潮。白发妹当即命令卢晓峰带救援点民众先撤。卢晓峰虽然担心队长的安危，不过现在形势危急，他只能选择听命行事，只留白发妹一人单挑狮群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苏晨此时正在总统套房跟段雅疯狂打扑克。段雅见苏晨还想继续，他立马吓得花容失色，而苏晨表示末日当前，他必须给段雅留下难忘回忆，因此2人又继续疯狂打扑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苏晨终于完事出门。与此同时，他在空间掏出了一辆皮卡逮捕，没想到刚开出去没多久，苏晨就遇到一群人拦路抢劫。他对此只是轻蔑一笑，随即苏晨油门踩到底，拦路抢劫的3人直接被撞飞，真是脑子有坑，这种时候还敢拦车抢劫，有10条命都不够你们用的。苏晨带车撞人之后便扬长而去，没多久他就开车到达目的地工程大学地铁站。这个地底死亡人数怕是有好几千吧。苏晨看着塌陷的地下空间自语，下面的汉魃听到汽车声音都往这赶，可惜并不是每一头都有机缘，我总不能浪费时间一个一个去撬他们的脑壳。一念至此，苏晨便转身继续开车，他准备先去学校里面看看情况。等苏晨来到实验大楼之后，他先把皮卡收回空间，然后苏晨才继续往教学楼里面走。没想到他刚进门，苏晨就发现了2头被豢养的汉魃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嚣张的声音也适时响起：“小子，现在这里归我管，把你背包留下就可以滚了。”苏晨见状便从兜里掏出一个卤鸡腿：“几位大哥行行好，我送你们鸡腿，给我让条路可好？”拦路3人组一见在末日时刻竟然还有如此美味的鸡腿，他们顿时眼睛都直了。你现在立刻马上把鸡腿扔过来。他们话音刚落，苏晨就很听话地将鸡腿扔过去。拦路3人组见状马上大打出手，没想到下一秒地上的鸡腿竟然飞了回去。原来是苏晨早已用细线将鸡腿拴住。他收回鸡腿的同时冷冷地说：“想吃鸡腿，你们还不配。”拦路3人组见他们自己被当猴一样耍，立马恼羞成怒，他们操着家伙就向苏晨扑去。没想到下一秒苏晨掏出手枪，随着砰砰砰的枪响，拦路3人组便领了盒饭。我怎么记得前世没这么多铁憨憨？难道是因为我之前的提醒才让他们活了下来？苏晨边走边在内心疯狂吐槽。不一会他就走到蛇类生物实验室，看来最近都没人来过这里。苏晨徒手掰开门锁的同时想到，随即他便走进实验室。待苏晨进去之后，一股腐烂的气味顿时冲着他扑鼻而来，看来许多蛇都死了呀。苏晨环视实验室一圈之后如此想到，当然除了你之外，未来的水中冥蛇大军头领王锦蛇。他看着正吞噬同类的王锦蛇自语，原来你是如此活下来的。苏晨盯着王锦蛇陷入回忆，上一世最先开始变异返祖的正是此辽，他甚至吞了不少人，连苏晨都差点葬身蛇口。而1周之后洪水马上就要来临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这条蛇会返祖到什么程度，万一到时打不过麻烦可就大了。苏晨顿时陷入沉思，只因这条蛇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了神智。就在此时，实验室之外突如其来的脚步声打断了苏晨的思绪。